地緣政治嘅不確定刺激油價顯著波動，對亞洲區內經濟同埋股市有啲咩影響呢？投資者又應該點樣部署呢？今集匯豐 Premier Elite 財富會談請嚟匯豐投資管理分銷業務市場策略師主管歐維君 Wilson 同我哋大家一齊探討下嘅。你好，Rico，歡迎你啊 Wilson，你自己有冇揸車嘅咧？你都想話俾我聽油貴啫，最近係啊，哇！我去油站入油，本身以前1000蚊一缸油，哇！而家變成1200蚊，嚇親我啊！係啊，而家其實我諗大家都見到個油價貴啦，但係嚟緊可能衣食住行都會貴，個市場裏面都開始反映呢個即係潛在嘅通脹嘅問題啦。即係對於整個亞洲經濟體系會有啲乜嘢嘅 impact 咧？油價係高啦，咁但係整體對於亞洲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嘅影響又唔一定一樣，因為其實最尾你要睇翻呢一個地區或者國家，佢對於原油嘅需求係多少啦？中國啦、印度啊、日本、韓國呢一啲地區，其實都係叫做淨入口國，所以原油越高，對於當地個經濟嘅壓力越大啦。亞洲嘅股市最近都有一定嘅壓力啦，冇錯。咁但係當中其實依家有冇啲乜嘢嘅危或者機俾我哋投資者？我諗我哋做投資最中意就聽到有危就有機啦。係啦，我諗我哋呢一刻係見到好多危，但個機喺邊咧？個機我諗大家可能要 reverse engineer 翻轉頭去諗。before 我哋呢一啲地緣政治事件發生之前啦，其實我哋年初即係頭2個月啦，其實亞洲做得非常之好。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 AI 啦，或者各方面嘅經濟嘅增長嘅一啲政策啦。咁其實呢樣嘢係會翻嚟㗎。所以最大嘅問題係，你會認為呢樣嘢會維持幾耐？如果係根據過去嘅經歷啦。呢啲通常呢咁嘅地緣政治事件，如果對於油價影響都比較短暫。過往嘅歷史數據顯示咧，除非即係油價係顯著會令到即係可能一個經濟有衰退啦，或者係會令到有機會可能央行加息嘅話咧，否則其實呢個未必係一個長期嘅一個股市嘅調整。咁所以我哋都係認為咧，亞洲本身成個區域都係具備一個投資嘅機遇嘅條件喺度，因為佢本身個基調良好啦。同埋本身嘅估值亦都吸引啦，咁我哋睇好日本啦、南韓啦、中國同埋香港呢4個股市嘅。日本好 hot 喎，最近都新一任首相啦，佢好主張一啲可能係擴張性嘅一啲政策，咁啊嚟緊亦都聽到話有21萬億日元嘅一啲刺激經濟嘅方案啦，咁同埋有減稅啊各樣。過去日本最大個經濟問題係咩咧？佢政府成日都換屆，但係今次係話到俾你聽，呢個政府可能會坐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個政局比較穩定啦。政局穩定，佢出嘅政策啦，可能會比較持久啦，效力亦都持久啲啦。咁呢方面係非常之正面，喺日本亦都係比較少有。另外一樣嘢就係最近都推行好多政策啦，去支持翻啲企業啦，亦都鼓勵企業做多啲咩，做 share buyback，做多啲股本回購。咁呢樣嘢亦都直接令到個股價係有支持，所以亦都見到好多環球投資者啦，再次去翻日本。除咗日本之外，其實南韓都係推動緊一啲，譬如好似南韓嘅企業價值嘅提升嘅計劃。佢嗰個叫做 value up 嗰個 program， 係 value up， 即係我諗直譯即係升呢啦。我諗係。咁其實呢樣嘢好緊要。韓國嘅即係嗰啲企業咧，最近都做好多呢啲股本回購，同埋亦都支持咧佢哋嗰啲企業咧做多啲 dividend， 即係派多啲息啊。點解？因為原來喺韓國呢啲公司派多啲息，你係有稅務寬減喎而家，咁令到好多投資者開始覺得，呢期如果我買股票去賺息，就多嘅係啦，多個誘因去做。依家人工智能嘅熱潮，即係帶動數據中心啊、半導體啊，同埋啲記憶體，咁所以就食正南韓喺呢個 AI 產業鏈整個嘅 supply chain 裏邊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除咗日本、韓國之外咧，其實好多投資者而家都中意睇翻中國內地市場喎。咁其實股票市場，中國內地有咩好嘅原因我哋要買咧？嗱，中國就啱啱舉行咗2會啦，而亦都係設定咗今年2026年嘅 GDP 增長去到4.5%至到5%，一個比較務實嘅一個目標啦。咁同埋整體嗰個都會見到個中央政策咧，會又係一啲比較積極嘅財政嘅
經濟嘅措施啦，配合埋一啲寬鬆嘅貨幣政策，因為我哋預期今年啦都會仲有降息降準嘅空間啊。咁所以整體個政策嘅嗰個主調依然都係擴闊內需啦，同埋科技創新啦，同埋即係個科技自主自強咧，呢個都會帶到俾投資者有唔同嘅一啲投資主題。呢啲都係我哋之前一向都中意中國股票嘅原因嚟嘅。我哋同時間都見到，其實中國對於原油嘅需求啦，或者嗰個依賴性啦，其實同好多年前比已經完全兩回事啦。啱啊，因為過去嗰10幾年都有個結構性嘅轉變喺度啦。我哋見到依家如果有真係翻內地去，我而家有車都難。係啦，依家見到大部分都係電動車啊。但唔好唔記得仲有港股喎。港股個 IPO market 好似又翻嚟喎，而家整體見到香港嘅嗰個經濟有回暖嘅跡象啦，無論喺即係房地產市場啦，我哋見到一個築底回升嘅情況啦，同埋即係個財赤都有改善嘅情況啦。咁所以呢啲唔同嘅因素咧，都係推動到我哋認為即係香港股市有一個偏好偏高比重嘅睇法。如果你見翻港股同埋美金相對嘅表現咧，你可能會見到其實美金弱或者港紙弱啦，其實對於港股係有個支持喺度。咁問題就係而家最近呢段時間，因為原油價格急升，令到大家可能認為聯儲局可能今年會唔減息喎，咁支持咗美金少少，即係有啲強勢嘅反彈啦。如果真係認為呢件事可以好快咁圓滿解決嘅，美金可能會回落翻，亦都會支持翻港股吸引力。但係除咗股市裏邊，我哋都唔好忽略亞洲嘅債券。係啦，債券方面其實亞洲佢有啲咩優勢或者特點咧？我諗個諗法其實好相似，同頭先你講，你中意買股票都係買一啲比較優質啦。咁如果你睇翻亞洲債券市場啦，無論係投資級別債券或者係高收益債券都好啦，我哋睇翻過去呢2個星期，即係地緣政治事件比較敏感嘅波動嘅時候啦，亞洲嘅債券市場係做得好過環球。咁呢個係比較有趣，因為見到啲錢其實係比較偏向中意亞洲。有部分人可能會覺得其實長線嚟講，亞洲嘅增長可能比環球增長更加好啦，機會亦都比較高啦。同埋你見到股票市場方面啦，個 valuation 或者估值都係仲係吸引嘅，所以呢樣嘢亦都支持到點解咁多投資者開始重新去睇翻亞洲嘅債券市場。同埋係咧，市場依家都係始終擔心，即係美國嘅財政嘅赤字同埋成日轉變嘅政策，都會喺投資嘅角度或者喺債券嘅角度，可能會分散到亞洲嘅區域裏邊。咁所以咧，即係亞洲嘅債券作為即係整體投資組合裏邊，會提供到一個穩定收入啦，可以提供到一個即係抗風險嘅一個能力，分散風險嘅能力喺度啦。咁所以總括嚟講啦，我哋都係即係隨住油價飆升啦，令到亞洲嘅經濟體系可能有影響啦。但係我哋都見到一啲危與機喺入邊嘅。我哋多謝 Wilson 今日同我哋一齊分享嘅，多謝你 Rayful。好，今集我哋嘅時間就差唔多啦。